61节的感动时刻，特别要带您来品尝客家妈妈的美味料理。照例我们也会把美味食谱放在脸书上，和您一块来分享。今天呢，感动时刻透过镜头，我们要带您到新竹北埔。来到北埔，就要请素食餐厅的老板马玉英教我们大家如何制作客家擂茶饭。他说呢，这个擂茶泡饭的美味，可是他永远忘都忘不了的味道，而当中的质朴呢，的确也要带您细细品尝。新竹北埔这间客家餐厅很有特色，因为它不只推广客家菜，也把客家的擂茶文化放在餐厅里。客家人有一个谚语啦，说一日擂茶3碗嘛，可保终日不疲倦。老板娘马玉英教大家怎么擂茶，也贴心说明擂茶历史。除了擂茶，客家板条、精致配菜，每一道都很有客家味。不过店内的素食擂茶饭才是招牌，而素食擂茶的主角全在这儿。坚果类的食材依个人喜爱放入。马玉英说，奶奶最爱喝擂茶，而且口味清爽，让她难以忘怀。其实现在吃的都是一个改良的擂茶了。那我们以前阿婆我们吃的擂茶的话是擂茶泡饭，我们是泡饭在吃的。多种配料磨成粉，茶香、花生香、芝麻香，香气四溢。以前用擂茶迎宾，能解渴，也能填饱肚子。客人到了我们家比较没有东西招待客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把这些，这个我们已经装得瓶瓶罐罐的一个熟的一些五谷杂粮放到擂钵去擂，把擂好的食材放入大碗公内等着享用。而店内的创意擂茶是素食口味，但妈妈的味道、奶奶的味道，统统在里头。他刚才讲粥吗？就是腌肉的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是颠覆一下传统。客家红曲加上麦片，还有小时候最爱的紫苏，配上素肉，总是能够让他想起童年时光。特别的是，马家的擂茶饭不是用开水泡的哦，而是用这一壶东方美人茶。一方面我刚刚提的是在地的我们的一个产业，二方面我从小吃到大，然后它是有一个特殊的果香味，然后喝起来的话它会比较润。透亮的茶汤，甘甜的果香，东方美人茶拥有特有的香气，配上妈妈最爱的素食料理，口感多层次，绝对物超所值。到口里，然后一直到喉咙，一直到我们的胃，你会觉得是它这个很温暖的食物。这道素食擂茶饭有着客家妈妈的家常菜，制作过程很简单，但里头蕴含的客家精神真的不简单。东方美人茶的琥珀色泽，完美烘托花生、芝麻的质朴清香，紫苏、麦片的独门搭配，北埔特有，素食飨宴酝酿擂茶饭的感动时刻。